雲林縣飼烏魚的數量是全國上濟，烏魚甲烏魚子已經成為縣內重要的產業。啊，這禮拜六來要舉辦烏魚季活動，除了講有辦各種促銷甲表演以外，更加有鄉親真愛食的烏魚大餐。甲烏魚子放佇高粱頂懸來烘，互人看甲嘴軟擦擦滴。雲林區協會今年按算要佇12月24日佇埔子寮漁港舉辦烏魚子活動。咱雲林區協會每年攏有舉辦咱烏魚節大餐啦吼，供咱跩消費者來訂桌，每年攏一推出的秒殺。即擺烏魚料理的菜色真豐富，規桌頂的菜會當甲烏魚所有的部位攏呈現出來，每一項攏真好食。烏魚節的慶典已經今年算已經第16年啊！大家要食到上優質的烏魚子，攏會想到講要食咱雲林的烏魚子。今年烏魚季會佇12月24舉辦，歡迎大家做伙來食上好食的烏魚料理。嗨，我是莊雨潔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？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，並且開啟小鈴鐺，跟着雨潔一起看新聞吧。